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至愛講古》。2024年10月，香港尖沙咀海港城，下晝3點，陽光燦爛。一個深圳遊客拖住個大行李箱，企喺名牌店門口影相。隔籬一個香港本地人經過，用粵語咕嚕咗句，又係蝗蟲嚟掃貨。深圳遊客聽唔明，笑住繼續影。但香港人轉頭咧同朋友講啊，你睇又嚟啦！以前海港城係我哋香港人嘅地方啦，而家成條街都係大陸人。奶粉、名牌、金鋪全部俾佢哋掃晒，連我哋自己都買唔到嘢咯。朋友嘆氣，仲有更加離譜嘅，你知唔知而家香港一半樓都俾大陸人買晒？我哋香港年輕人想買樓，發夢啦！但你點都估唔到，呢兩個同樣講粵語、同樣係華人嘅族群，點解回歸27年後，矛盾唔係減少，反而越嚟越深？但你點都估唔到，香港人同大陸人呢一場同根相煎嘅矛盾背後，收埋咗一個關於身份認同、經濟利益，甚至一國兩制未來嘅殘酷真相。1997年回歸嘅時候，60%香港人認同中國人嘅身份，2024年只有29%認同中國人，52%認同香港人。自由行呢，衝擊2003年開放自由行，每年大陸訪港遊客由1000萬暴增到5600萬，佔香港人口7.5倍。1997年香港樓價中位數200萬港幣，2024年暴升到800萬，大陸買家佔新盤30%嘅。2001到2012年超過20萬雙非嬰兒，父母都唔係香港人，喺港出生，搶佔醫療教育資源。2012年蝗蟲論廣告，2014年雨傘運動，2019年反修例運動，3次大規模反中情緒爆發。但係大陸人嘅反應呢？香港人唔識感恩，冇咗大陸，香港早就死咗。我哋俾錢消費，幫佢哋經濟，點解仲要俾人鬧？香港人自以為高人一等，睇唔起大陸人。呢個係兩地27年嘅撕裂。啱啱我哋講香港人恨大陸人，點解又話同根同源㗎？你可能覺得香港回歸祖國，兩地都係中國人，應該越嚟越親。但真相係回歸後，因為經濟利益衝突、文化差異、政治張力，兩地矛盾反而越嚟越深。香港人覺得大陸人搶走晒我哋嘅嘢，大陸人覺得香港人唔識感恩戀殖。呢個唔係簡單嘅地域歧視，呢個係一部用身份、用利益、用27年撕裂寫成嘅一國兩制困局史。首先要搞清楚香港同大陸嘅矛盾點樣演變。1997年前，香港人同大陸人隔絕，香港經濟繁榮，人均 GDP 係大陸嘅40倍，香港人有優越感。1997年回歸，鄧小平承諾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，50年不變啦。1997到2003年蜜月期，大陸尊重香港自治，香港人對回歸接受度高。2003年之後，自由行開放，大陸遊客湧入，矛盾開始浮現。2012年之後，矛盾激化，蝗蟲論、反水貨客、本土主義興起。2019年反修例運動，兩地矛盾去到頂點。2003年沙籌開放自由行救香港經濟，但係同時帶嚟大量遊客、水貨客。2011年雙非嬰兒潮，大陸孕婦湧入香港醫院生仔，搶佔床位。咁香港嘅孕婦呢，要瞓走廊啦。2012年香港報紙刊登廣告，將大陸人比喻為蝗蟲，引發兩地罵戰。2014年雨傘運動要求真普選，北京拒絕，香港年輕人開始質疑一國兩制。
2019年反修例運動，8萬人上街，警民衝突，北京強推國安法。呢個故事唔係由1997年開始，而係早喺1949年，當中國內戰、大陸解放嗰陣已經埋低伏筆。第一階段1949到1997年，隔絕時代，大陸共產主義、香港資本主義，兩地完全唔同制度，香港人形成我哋唔係大陸人嘅身份認同。第二階段1997到2003年蜜月期，融合希望。回歸初期，大陸放權俾香港，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有信心。第三階段2003到2012年矛盾浮現，經濟衝突、自由行、雙非、水貨客，大陸人湧入香港搶佔資源，香港人開始反感。第四階段2012到2024年全面撕裂，政治對立，本土主義興起，雨傘運動、反修例、國安法，兩地由經濟矛盾演變成政治對立。香港視覺大陸人搶我哋資源，破壞我哋制度，侵蝕我哋自由；大陸視覺香港人唔識感恩，戀殖，搞港獨，需要管治。真相兩邊都唔完全錯，咁但係溝通咧已經係斷裂啦。香港人同大陸人嘅矛盾，表面係文化衝突，實質係身份認同危機。香港人唔知道自己係邊個。如果話自由行係救香港經濟，咁點解會變成香港人嘅噩夢？2008到2013年，大陸奶粉醜聞三聚氰胺，大陸人湧去香港掃奶粉，導致到香港奶粉斷貨，香港媽媽買唔到奶粉俾 BB， 水貨客大量大陸人做水貨客，每日往返深圳、香港掃貨轉售，上水、屯門變成水貨客基地，本地商鋪變藥房金鋪，樓價暴漲，大陸富豪來港買樓，推高樓價，香港年輕人買唔起樓，只能夠住劏房。醫療擠兌大陸孕婦來港生仔，擠爆醫院，香港孕婦要提前幾個月預約。2012年，香港公立醫院70%產科床位俾雙非孕婦佔用，本地孕婦投訴無門。你企喺2012年嘅香港屯門，一條街20間鋪，18間係藥房金鋪，門口企住幾十個拖住行李箱嘅大陸水貨客，佢哋掃晒奶粉、尿片、藥品，然後過關返深圳轉賣。本地居民行過要行出馬路啦，因為行人路俾行李箱堵晒。一個香港婆婆咧對住記者講啦，以前呢度係街市茶餐廳，而家變咗批發市場嘅。我哋連買條菜咧都要去好遠嘅。自由行救咗香港經濟，但係殺咗香港人嘅生活。自由行嘅問題唔係大陸人嚟消費，而係冇節制，一日5萬人湧入一個700萬人嘅城市，邊個頂得順？2012年1月，香港報紙刊登一幅全版廣告，畫面係一隻蝗蟲，下面寫香港人忍夠未？廣告指控大陸人係蝗蟲嚟香港搶資源。過去香港人對大陸人態度中性，60%認同中國人身份。而家蝗蟲論引發兩地罵戰，大陸網民反擊香港狗、英國走狗。2012年，香港地鐵一個大陸小朋友喺車廂食薯片，香港乘客喂，呢度唔准食嘢。大陸媽咪佢仲細啦，食少少啫。香港乘客細就可以唔守規矩，你哋大陸人就係咁冇公德心。大陸媽媽發火，你講乜嘢？我哋俾錢嚟旅遊，仲要受你哋氣。香港乘客，你哋俾錢，我哋香港唔需要你哋。
呢段衝突俾人拍低，上傳網絡，兩地網民激烈罵戰，矛盾全面爆發。更加恐怖嘅係，香港人同大陸人雖然都係華人，都講中文，但文化認同完全唔同，身份認同嘅分歧。具體數據，語言香港人講粵語，用繁體字視為香港文化，大陸推普通話簡體字，香港人覺得被同化。價值觀，香港人重視自由、法治、人權，大陸強調愛國、穩定、集體主義。歷史記憶，香港人對六四、文革有獨立記憶，大陸官方淡化或者係禁止討論。政治制度，香港習慣一人一票，言論自由，大陸係一黨專政。更荒謬嘅，香港年輕人唔識唱國歌，唔升國旗，俾大陸人批評唔愛國。大陸年輕人覺得香港人戀殖、崇洋媚外，雙方互相睇唔起。香港人最大嘅恐懼呢，係失去身份。佢哋唔知道回歸後自己仲係咪香港人。1997年，鄧小平承諾一國兩制、港人治港、高度自治50年不變。香港人以為回歸只係換個期，生活唔會變。2014年呢，一個香港大學生叫阿傑嘅，咁佢參加咗雨傘運動，佢企喺金鐘舉住黃雨傘，要求真普選。佢話：我哋唔係要港獨。我哋只係要北京兌現承諾，俾我哋自己揀特首。但係79日佔領之後，政府清場，北京拒絕讓步。阿傑失望咁講：原來高度自治係假嘅，原來港人治港係北京話事。5年後呢，2019年呢，阿傑再次上街。呢次呢，佢唔再要求對話，佢只係想抗爭。呢個轉變解釋咗點解香港年輕人越嚟越激進。最令人髮指嘅係，香港人越反抗，北京就越打壓，越打壓，香港人就越反抗。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後，北京強推國安法，香港進入2次回歸。國安法嘅影響，言論自由，批評政府可以被控煽動罪。多個傳媒停刊，選舉制度改為愛國者治港，民主派被 DQ， 立法會只係剩返建制派。司法獨立國安案件可以送去大陸審訊。香港法律界擔心法治被侵蝕。2019到2024年，超過20萬香港人移民英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。國安法之後，香港人終於明白，50年不變唔係承諾，而係倒數。香港人唔係唔愛中國，佢哋只係唔愛呢個打壓佢哋嘅政權。但係你以為所有香港人都反大陸咩？冇咁簡單。更加驚人嘅事實係，香港社會嚴重撕裂，黃絲 vs 藍絲，黃絲泛民主派支持民主，批評北京，反對國安法；藍絲支持北京，維護穩定，認同國安法。結果家庭撕裂，朋友反目，社會分裂。喺呢一片撕裂嘅黑暗入邊，有一個溫暖嘅故事，好似星光咁閃耀。2020年疫情期間，香港一個大陸嘅留學生叫小美，佢喺香港讀書，但因為疫情返唔到深圳，佢冇錢交租，冇嘢食。震撼細節，佢喺社交媒體求助啦。本來以為冇人理，因為佢係大陸人。19年之後呢，好多香港人呢仇視大陸人啦。但係出乎意料呢，有個香港婆婆留言：你喺邊，我送飯俾你。婆婆每日煲湯煮飯送去小美住嘅地方，連續送咗2個月。小美問：點解你幫我？我係大陸人。婆婆話：你係大陸人，但係你都係人。政治係政治，人情係人情。升華唔係所有香港人都恨大陸人，有一班善良嘅人呢，仍然相信人性。2024年，小美畢業後留喺香港工作，
佢每個月都去探婆婆，帶佢去飲茶。佢話婆婆俾我睇到香港人嘅溫暖，矛盾係制度造成嘅，但係人性可以超越制度。2019年8萬人上街，警民衝突，香港陷入混亂。2020年北京強推國安法，民主派被捕、流亡，反對聲音被壓制。2020到2024年，大量香港人移民用腳投票。2024年，留低嘅香港人選擇沉默。河水不犯井水，但矛盾解決咗未冇，只係被壓住。而家嘅香港表面平靜，但係人人心知肚明，撕裂仍然存在，只係冇人敢講。但係你點都諗唔到，年輕一代大陸人對香港嘅態度都變咗。2024年嘅數據，90後、00後，大陸人好多唔再羨慕香港，反而覺得香港已經過時。深圳 GDP 超越香港，上海、北京遠超香港。大陸人覺得香港冇乜特別。香港年輕人北上消費，角色互換。諷刺嘅係，30年前香港人睇唔起大陸人，30年後大陸人睇唔起香港人，風水輪流轉。香港經濟依賴大陸，但係香港人唔開心。香港高度自治被侵蝕，但北京話恢復秩序，粵語繁體字。香港文化面臨被同化嘅壓力。1997年到2024年，27年過去，認同中國人嘅身份由60%跌到29%，移民人數超過20萬，樓價升幅4倍，自由行遊客由1000萬升到5600萬。27年一國兩制換嚟嘅唔係融合，而係撕裂。香港人覺得失去身份、自由、家園，大陸人覺得香港人唔識感恩、戀殖。香港人恨大陸人係錯誤咩？唔係。大陸人唔明白香港人係錯誤咩？都唔係。有人話香港人應該感恩大陸，有人話大陸應該尊重香港自治。真相係兩者都有道理，但係而家冇人聽對方講嘢。真正嘅融合唔係逼你同我一樣，而係尊重你同我唔同。呢個就係香港同大陸嘅故事，一個關於撕裂、身份同失落嘅故事，一個關於一國兩制27年實驗，最後變成一國一制嘅故事。1997年，香港人以為回歸只係換個旗，27年之後，佢哋發現改變嘅唔只係旗，而係成個香港。大陸人以為回歸就自然融合，27年之後，佢哋發現呢，要融合唔係靠命令，而係靠尊重。而家呢，兩地矛盾去到歷史新高，冇人知道未來點樣。但有一樣嘢肯定，用打壓、用經濟利益、用政治手段換唔到真正嘅認同。當你作為香港人或者大陸人望住對方嗰陣，你有冇諗過點解同根同源嘅人可以去到咁對立？一國兩制仲有冇未來？定係已經名存實亡？答案或者就喺嗰句說話入邊，有啲融合唔係靠逼，而係靠等佢哋自己想。但係而家冇人肯等。